蘋果早幾日就公布咗 iOS 26，即刻同大家實測4大新 update。iOS 26全面換上咗 Liquid Glass 嘅新界面，用家可以將界面轉做透明嘅設計，望落去係幾有未來感嘅。Control Center 同 App Icon 全部都轉晒做玻璃嘅設計，佢細緻嘅程度係當個 Liquid Glass 掃過屏幕嘅時候係會見到有玻璃反射嗰種質感嘅。選項嘅大小控制都係用咗相同嘅設計，界面雖然望落去係幾靚啦，但同上代對比就明顯係非常之透底啊！冇咗對比度，長時間用落去嘅話會有啲辛苦嘅。而佢 Lock Screen 亦都加入咗 Spatial Scene 嘅功能啊，當你搖嗰部手機嘅時 ，cover 就會跟住轉啦，風景同埋人像都可以用到。最重要就係時鐘而家可以放大縮細，配合翻頭先嘅 Spatial Scene 都可以做到一個立體突出嚟嘅效果。但係 Spatial Photo 有個問題就係會令到張相嘅畫質變差。相機 App 由相機嘅 icon 轉咗做鏡頭 icon 啊。App 入邊好簡約，得翻影相同埋拍片兩種模式，要打橫掃先用到其他功能。轉其他嘅 setting，例如 Filter 同 Live Photo 就要撳多下，又或者去右上角嗰度。而影片、相片嘅 format 就係左上角，個排列係比以前更加清晰嘅。相簿喺上次嘅更新就俾人鬧咗好耐啦。今次 Apple 終於聽到大家嘅意見，分開翻相片同埋合集啦，唔使再掃到盡頭都揾唔到你想要嘅相。嚟緊9月嘅新 iPhone 就會轉用 Liquid Glass 嘅設計，